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已经分享过2讲的批评论断吼。第一讲，咱是讲别人对咱批评论断的时阵，咱要安怎去面对。第二讲，咱是讲咱毋通去别人批评论断。结果顶回第2讲讲了后，有人甲牧师反映讲，安尼牧师阮拢毋敢讲话吼，惊一讲我就去人论断，就得罪上帝。但是嘛有人认为讲，如果阮四周围中间有人犯了真明显的错误，兼讲咱无应该来提醒吗？兼讲咱无应该指出因的错误吗？就放因安尼过吗？而且伫圣经中间，咱嘛看到保罗常常咧指正教会真侪错误的观念。有时阵咱来看吼，伊写出来语气嘛毋是真好哦，敢真生气吼。所以咱咧讲批评论断的时阵，到底什么是批评论断？什么是正确的判断？这2项是无共款的。今仔牧师要甲大家来分享论断甲判断的无共款。头先我会先甲大家分享什么是论断，什么是判断，两个的差别伫倒位。然后牧师会甲大家分享4个原则甲心态，就是咱咧做判断的时阵，爱注意的心态甲原则。免领受上帝话，进入咱同心来祈祷。希望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常常互阮会当研读你的话，透过你的话来更新阮的意念，更新阮的罪过。求主你帮助阮，这个时刻用敬虔的心、专注的心来听你的话，也想使阮气力、甲信心来改变阮本身，来延光你的性命。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来理解吼，所有的语言拢有一款的特色，就是讲，虽然是讲同一个字，还是讲同一个词，你若用无共款的语气咧讲，还是讲前后文无共款的时阵，共款的字伊会有无共款的解说。譬如讲，有一天阮阮牧师娘讲，牧师娘，我最近安尼压力真大吼，我想讲要家一个人，出去安尼世界行行的吼。安尼看敢会当较轻松诶，阮牧师娘若真体贴啦，我讲好你去试看觅，无一定安尼压力就较少。安尼甲伊啦，我讲好，你试看觅，你去试看觅，安尼两种语气无共款，共款的语言讲出来无共款的意思。所以咱今日讲批评论断甲判断的时阵咱会发现讲，伫希腊文原文中间，即个论断甲判断其实是同一个字啦论断即个字叫做 "credo"， 即个字伊伫圣经中间拢总出现114遍。114遍中间有4种无共款的翻译。有无共款的用法？第一种用法就是分辨，分别是非，分别是非。我后壁拢有附一寡经节，咱等下转去会当来看伊就是分别是非的意思。第二就是判断，判断家己敢会当安怎，这叫做判断。第3项就是决定，就是讲一个人伊若想安怎，伊照上帝予伊的心意去做决定。第4项就是审判甲定罪。头前3项分辨、判断甲决定，其实这3项是指讲
咱运用上帝互咱的智慧，互咱所知的真理在捌，咱有经过思考去分辨，啥货是是非，啥货是对也毋对，然后咱做一个合理的判断，最后做出正确的决定。头前这三项是咧讲这吼，这几种就是咱正常生活的一种方式嘛。咱生活中间不是咧做判断嘛，不是用上帝互咱的智慧咧做决定嘛。这就无属伫主要所讲毋通论断的范围。主要所咧讲毋通论断，上界主要是指第四项，就是讲毋通去当审判甲定罪。伫新约圣经中间有15个所在，将即个字译做论断。中间这个字拢有审判甲定罪的意思。譬如讲，咱顶回有读过雅各书第4章11节到12节，讲兄弟啊，你毋通彼此批评。有人批评兄弟，论断兄弟，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无遵守律法，乃是判断人。设立律法甲判断人只有一位，就是迄个当救人也当灭人的。你是啥物人，竟然想要论断别人？这段话其实是咧讲论断定罪，这是啥物人？这是上帝的职责，上帝的代志。咱做人咱毋通超越过人的本分。咱人只要做判断就好，你毋通去人定罪，毋通去人论断。所以论断就是讲，一个人想要做审判官，要做上帝的工作。所以咱就理解论断甲判断其实有无共款的意思判断就是讲用上帝互咱的智慧去做正确的决定，论断就是用主观的意念情感，甚至是偏见带着恶意，对别人的思想、动机、行为、品格来评论、来论断、来定罪。所以如果你若有以下的情形，你就是论断啦第一项就是讲，如果咱若不断去敲找别人的空隙，敲找别人的缺点，去找别人的过失，然后来定罪，这就是论断。或者是讲，咱用一种真悬的标准去警别人的错误，这嘛是论断。或者是讲咱根本就无咧思考，用真随意的心去要别人的心意，要别人的动机，这嘛是论断。是讲咱用一种真权威的态度、地位来判断别人的过错，这嘛是论断。这款的情形有时会发生伫咱的身躯顶。这嘛是圣经所禁止，因为只有上帝当做定罪甲审判的工作。所以咱明白讲啥物是论断，啥物是判断了后，咱接续就爱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虽然咱明白了判断甲论断的无共款，但是咱知其实两项中间存在着一寡无明的所在。真侪人拢掠做讲我只要讲比较较负面的代志，就是来当作是论断。但是这嘛毋对，有时你要帮助人你毋是讲好听话尔，你嘛爱讲老实话啊。无安尼，咱基督徒拢变做人讲的烂好人，拢只有选着好的讲，毋对拢毋敢去人纠正。所以咱爱做判断，毋通做论断。其实有时阵有一寡听起来是论断的话，可能只是判断。譬如讲，有人讲这人毋是一个好的牧者。如果你是对这个牧师本身有不满，
安尼你讲一句话，可能是论断。但是如果咱一个牧师吼，拢无要伫教会内底好好啊工作，四界拢学拍走，讲道乱七八糟，祈祷哩哩啦啦，安尼你所讲伊毋是一个好的牧师、好的牧者，可能只是判断，毋是论断。所以安尼倒边来看，有一寡表面上听起来亲像是理性判断的话，如果若心内带着偏见甲怨恨讲出来，安尼就可能变作论断。所以咱爱真细腻啦，咱若是一个真有判断能力的人，有时阵真容易陷入论断的陷阱中间。咱每一个人拢爱真细腻，所以论断甲判断有时阵是真困难分别。而且咱拢望讲，咱才做一个有判断能力，但是却是袂论断别人的人。所以下面牧师要甲大家分享4个有关做判断的原则甲心态。第一项，咱咧做判断的时阵咱爱用90%的气力，先家己反省家己。这是耶稣基督甲咱讲的耶稣基督，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伊安尼讲，伊讲毋通评论人，上帝就袂审断恁，因为恁怎样评断人，上帝也要照样审断恁。恁用啥物牛气来牛别人？上帝也要用相款的牛气来牛互恁。顶礼拜牧师有讲过，犹太人相信上帝遐有2个牛气，一个是公义的，一个是怜悯的。你若用公义的牛气去牛别人，上帝就用公义的牛气来牛你。如果你若用怜悯的牛气去牛别人，上帝就用怜悯的牛气来牛你。然后接续牧师就讲即个例。咱顶礼拜我们有讲过，讲你怎样只看见着你兄弟目睭内的柴油柴油你看得真清楚，但是却不管家己目睭内的这大柴箍。你的目睭内有大柴箍，怎样对兄弟讲，互我来去掉你目睭中的柴油所以你是一个假好的人先爱将你目睭内的柴箍刷走，才会当看清楚怎样将兄弟目睭中的柴油拣出来。这互咱有3个重要的提醒。第一个提醒就是讲，咱爱用较济的力量，先拄掉家己的错误。咱要纠正别人进前，咱来先求上帝帮助咱处理咱本身的问题，然后才有迄个能力去纠正别人。亲像顶礼拜牧师有讲过，有一个电视报道家咧批评另外一个电视报道家有婚外情这件代志。伊咧批评的同时，伊家己嘛陷入伫迄个罪中间，到尾互人知影，安尼毋是愈见笑。所以，先爱用较济的气力，求上帝帮助咱拄着咱本身的问题，咱才有能力去纠正别人嘛。所以判断的功课，爱先对家己的身上开始。咱要判断别人进前，咱先判断家己有问题。有人也做家己真好，想要用家己的经验、知识去帮助别人。无想到家己其实是真软弱，需要别人来帮忙，需要上帝来改变。亲像目睭有柴箍的人，想要帮助别人，要去拣别人的柴油相款。咱知影要除掉这个柴箍大柴箍是非常困难，因为伊真重甚至伊若是一丛有生命的树已经树根已经顶伫这土林。你要刷走是真困难的，要用真济气力。我记得我伫学生中心咧服侍的时阵，有一天迄麻豆教会
诶牧师拍电话来，阮讲，你甲有较侪学生吼，阮教会有一丛树啊吼，想要对即边安尼刷过迄边，阮都无迄个经费吼，通好请迄个吊车啦吼，所以敢咱拜托恁的学生来斗刷一下吼，阮会请专家来指导吼，我着带一大堆学生哦，有5、60个哦，树仔看还无偌大丛，但是非常歹处理，因为树根已经顶伫迄土里，吼，爱先逐先断根，搁爱真细腻，吼，专家来阮教安怎用，然后规凿要来压起来吼，树仔看还无偌大丛，但是非常重，吼，爱真侪人做伙来压，才会当刷走。所以要除掉咱目睭即个柴箍吼，爱用真大的气力，爱真认真去面对，爱去悔改，甚至会艰苦。咱先对付家己的问题。如果咱会当真心去对付家己的问题，咱才有能力。第2项就是咱才会当看清楚。看清楚的意思吼。其实是咱的眼光的改变，因为你目睭有柴箍的时阵吼，你看到是对方的缺点，但是你除掉你的柴箍了，你看到是对方的欠缺。问题是缺点啦，但是你了解你除掉柴箍了，你就看到缺乏了，对方的软弱的所在，伊的欠缺的所在。有一句话就是德勒莎修女讲的，伊讲听就是安怎，伫别人的欠缺、别人的需要顶面，看见家己的责任嘛。这个时阵，咱就有责任去帮衬、去带导。咱就知影讲，毋是去指责，毋是去论断、去定罪，因为我嘛是安尼，我伫相款的情形顶面无一定犯比伊较大的罪。这时咱才会当看清楚，然后进入第3项，才会当去将伊目睭的柴油来除掉。除掉家己的问题，看清楚别人的欠缺，最后的结果就是咱有迄个能力去帮衬咱所面对的这个人，除去伊生命中间的苦痛。所以主要所咧讲这段经文吼。其实毋是简单咧来讲，毋通论断尔。伊的目的是讲，咱每一个人拢必须要被更新，拢需要被成全。最后，伫面对主的日子，咱会当手牵手，甲咱的同伴，甲咱的兄弟，做伙面对上帝的审判。所以这是第1项。咱要批评别人之前，咱先家己反省家己。第2项，咱每一项做判断吼，拢必须要有依据。咱基督徒判断的根据，就是真理，就是上帝的话。咱看见圣经中间，保罗写予这个腓立比教会的批信。伊头先就替因祈祷，伊祈祷的内容是安怎？讲我为恁祈祷的是，恁的疼心会不断甲真财物、甲判断力一直增长，互恁会当选择迄个上好的。安尼，伫基督搁再来的日子，恁就会纯洁无通嫌。伫遮吼，恁爱注意。互恁会当选择迄个上好的，你若看和合本的翻译，就是讲，互恁会当分别是非啦。所以，伫遮有几个因素会当帮助咱分辨是非，选择迄个上好的。第1项就是判断力甲真财物，判断力甲真的知识是有关系。伫遮咱学着。是讲，咧做判断的时阵吼，咱爱用真理、用上帝标准、用上帝话去做判断的根据。这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
互咱两种学习。第一就是讲，咱要专心去研读上帝的话。为了安尼吼，咱必须要先献心伫上帝的话顶面，对上帝的话有更较侪了解。咱若规本圣经，咱来读几遍了后，咱就当理解讲，伫圣经中间有记载上帝真侪原则，上帝原则，即种原则就变做咱处理代志、判断代志的基础。所以一定要专心研读上帝的话啊！第二项就是咱既然咱读圣经，圣经就是爱运用出来。当咱对上帝的真理有一个基础的明白了，咱咧做判断的时阵，咱就爱想讲：如果是主耶稣基督面对即款的代志，伊会安怎做判断？伊会安怎去处理？咱就照安尼去处理。所以做判断就爱依照真理。第三项就是当咱做判断了后，有一件代志会当帮助咱避免判断变做论断。咱拄则所看到的迄段经文，保罗写予腓立比教会的批信中间，伊替因祈祷，因祈祷的第一项就是望腓立比教会信徒伫听心顶面会当成长，但是即款的成长是有条件的。伊讲，恁的听心会不断甲真知捌、甲判断力做伙成长。意思是讲吼，领真知捌、甲判断力成长无够，该听心嘛爱成长。第二项就是讲，领听心成长嘛无够。爱真知捌甲判断力做伙成长，因为若无真知捌甲判断力的听心吼，毋是真的听心，是假的，就是人讲做溺爱啦。若一个爸母真听囡仔，听到安怎？听到无知识、无智慧、无判断力，囡仔要要求啥，伊拢互伊，你这毋是真的听。相反，倒边来看，如果你若无听心，你只有判断力，只有真知捌，安尼你就变做一个严格的法官，判啥就判啥，无一点仔怜悯的心。所以这两个性质拢爱做伙合作伙，就是听心甲真知捌甲判断力拢爱合作伙来做伙来运用。有时阵，咱伫真理内底看到咱的兄弟中间有人犯错，咱就用真严的批判、论断来论断伊的罪。伫遮虽然显示咱是一个公义的人，咱是一间公义的教会，但是如果咱若过头来辱骂，害伊感觉过头见笑，来逼出教会，来逼走。互伊沉沦，我相信这嘛毋是上帝所欢喜看见。咱要有怜悯的心，拄着即款的代志，咱毋通安怎暗中欢喜讲你互我掠着较棒你即声你惨啊，我绝对要对你安怎，毋通暗地咧欢喜。咱要有疼心，为着伊想，这就是叫做爱憎恶死啦。咱应该爱替伊想，怜悯伊，看敢会当帮助伊安怎？这是第三个判断爱学习的。第四个原则就是做判断甲论断上介大的差别。咱拄则听遐济，咱就知影是伫心态啊。论断的人用骄傲的心去批判对手。要将对手斗互死。做判断的人，伊是存疼心，想要帮助对方来改变。所以做判断的人嘛，要有积极的作为。当咱判断这个兄弟有错误，咱就对伊有责任，爱协助伊脱离这个错误。
所以保罗伫加拉太第6章第1节讲：兄弟姊妹啊，如果有人偶然犯了错误，你这属灵的人爱用温和的方法纠正伊，恁家己嘛爱说你，免得受引诱。意思讲，咱对咱的兄弟姊妹有责任。当有人犯错了，咱爱设法去来挽回啊。咱看到教会中间有一个空棚，咱毋通想讲哦，要愈挖愈大坑，愈挖愈大坑，到尾迄个树就崩去。咱看到一个小小的迄空棚安尼咧离开的时阵，咱就设法来即个破卡来堵掉的，用温和的方法来挽回对方。安尼，咱的教会内底就充满上帝的疼，咱每一个人拢得到利益。所以咱来做一个复习判断有4项原则甲心态。咱来用华语念搁小可有押韵要自省，反求诸己做判断，依照真理，存爱心，爱精勿喜，堵破口，蒙福受益帮咱大家将这段来背起来，运用伫咱的生活中间，咱就会当做正确的判断，就袂去做论断的工作。其实牧师嘛要提醒大家，无要做论断上介好的方式就是，咱看到问题的时阵，咱就用祈祷来代替批评，用祈祷来代替论断。所以也是要搁一遍邀请大家参加拜四暗时7点半的祈祷会。第一遍祈祷会的时阵我就真烦恼，因为普通咱若咧办啥物聚会人头去就较济，就哪来哪少我讲咱毋通以后祈祷会拢变做咧替祈祷会祈祷咱看见着圣经中间记载，耶稣基督伫克西马尼园咧祈祷的时阵，和合本的圣经讲。伊咧祈祷的时阵，伊的门徒伫边仔咧拄久对无？耶稣走过来讲：“你敢袂当为着我今生骗食啦骗食的意思就是1点钟啦。你敢袂当为着我今生1点钟？所以我嘛要邀请大家，咱每礼拜为主今生1点钟来教会祈祷。”为主警醒骗食来教会祈祷1点钟。我相信毋单单咱的教会会改变，咱个人嘛会改变，咱的家庭也会改变。祈祷是充满开力，祈祷代替批评，是咱今日学习上界重要的功课。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恳求你教阮三甲二弟。用你的听充满阮，互阮的听心会当甲真知识甲判断力做伙成长，互阮会当伫生活中间做正确的判断，而且用听心去弥补这个错误。求主互阮成做一个充满听、无批判的教会。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